雖然咧好多人咧都講到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唔透過讀書，冇一個鞏固嘅知識嘅基礎同概念同埋價值觀咧，其實當我哋行萬里路嗰陣時咧，我哋就覺得咧好枯燥無味。咁所以咧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要讓行萬里路更加充實，一定咧要好鞏固嗰個嘅閱讀嘅基礎。透過一豆一世界點樣去了解同埋去處理唔同嘅地方啦，特別係國內啦農民嘅一啲嘅生活，一啲嘅農產物嘅一啲嘅產作，一啲嘅發展，一啲嘅科技生物科技嘅發展。咁所以咧，讓到我去感受到咧，其實作為科學家咧，唔係淨係要研究科研咯，而係點樣將呢個科研咧能夠帶到去人民嘅生活當中，將嗰個論文咧就係寫在大地上，去讓到咧我哋提升國民嗰個嘅生產同埋咧國民嘅生活水平。我今日都帶咗4本係一系列嘅書嚇，咁當中咧你見到有英文啦，亦都有中文嘅。第一個部分咧就叫做香港八問，咁另外咧第二部分咧就叫國史八問。我覺得而家嘅青少年咧，佢哋咧好多陣時所睇到就係自己嘅需要，佢忽略咗咧其實咧香港啦我哋嘅都市啦國家咧對我哋大家嘅發展嘅進步嗰個支持。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同學咧佢要認識香港嘅歷史啦，香港係我哋國家嘅一部分啦，我哋個祖國喺過去呢100年裏面經歷咗啲乜嘢咧？呢一系列嘅書籍，去讓到咧同學更加去了解中華文化歷史，同埋咧我哋咧去尋找香港啦我哋嘅祖國嘅根。